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条新闻发现，高雄市大考人口的比例有41%，是绿岛上界悬。全高雄有24个行政区 ，BMI 拢超过全国的平均数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区行政区的区，读考务区第一条。区会当讲是一个范围，咱讲区域。另外，病院有院区，港有港区，学校有学区。另外，这个区嘛是行政的单位，咱讲一区有区公所，上界大的顶司就是区长，也佫有分别，嘛有人讲是区别。这里若是读做姓、读做乌，甲乌白这个乌共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管区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警察。过去嘛有人讲是大人。过去咱台湾会惯势讲，甲某一款的职业用伊的工作内容来形容，像讲邮务士、邮差，嘛有人讲是提批。第二个词读做区别，意思就是分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管区的接到报案，讲有人咧饲鸭跋筊，为了要区别是落地的，或者是看漏日的，就会检查因的身躯敢有可疑啊，就会一清二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区，另外姓读做乌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